本港零售銷售連跌10個月，舊年全年下跌7.3%。業界組織認為首季零售表現仍然有挑戰，但係往後嘅跌幅有望轉趨穩定。麥嘉欣報導。受到港人外遊熱潮同長假期影響，本港零售表現持續疲弱。政府統計處最新嘅數字顯示，零售銷貨值由舊年11月下跌7.3%，擴大至12月嘅下跌9.7%，已經連續10個月錄得跌幅。按類別劃分，首飾同鐘錶跌超過1.3%，服裝跌1%，百貨公司貨品跌近9%，超市貨品跌大約3%。總計2024年全年零售銷貨值累計下跌7.3%。業界組織表示，剛過去嘅農曆新年，零售商生意有所下滑，單計喺初一至初五，生意對比舊年同期普遍有單至低雙位數嘅跌幅。預期喺基數影響之下，首季零售表現仍有挑戰，但往後跌幅有望收窄並轉向穩定。預計今年零售唔會有大變動。如果我哋環境嘅因素冇乜點樣大嘅變化，譬如話政策上冇其他新嘅政策推行啦。又或者係各方面嘅環境嘅因素咧，都依然都仲係同而家相若嘅。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嘅時候咧，咁我哋預計咧喺2025年全年嗰個嘅表現咧，將會係持平。又或者我哋都會容許翻正負2% 嘅一個嘅 tolerance， 即係一個容許嘅偏差啦。政府發言人認為，零售銷貨值進一步下跌，部分反映市民喺節日期間外遊嘅因素。預期零售業嘅表現喺短期之內仍然受到旅客同市場消費模式轉變所影響。有線新聞麥嘉欣報導。